冒名頂替綜合症，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這是守望者所發的命，聖者所出的令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，要將國賜予誰就賜予誰，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。但以理書4章17節，呢一段經文係喺聖經裏邊寫出嚟嘅。亦都係神對我哋嘅一種宣告。如果你能夠揾到神作為你嘅主人，佢就係喺生活咗喺佢嘅旨意裏邊，你就無需要懷疑自己跌入呢個冒名頂替綜合症，因為你會喺主裏面成長。即使你本來唔合資格去做一啲嘅嘢，因為我哋係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、無所不在嘅神，係會提升你去到一個你要做得到嘅位置。就算你係一個好低微卑賤嘅人，只要你係喺主裏邊嘅人，佢必會提升你嘅力量質素，去做一啲你好似勝任唔到嘅嘢，係出乎你意料之外嘅。呢個就係我哋神難以測度嘅力量嘅工作。信唔信啊？你可以研習聖經，喺裏邊有好多偉大嘅領袖嘅例子，佢哋嘅能力都係嚟自神幫助佢哋，神與佢哋同行，俾能力佢哋，使佢哋成為一個偉大嘅領袖。好似我哋咁樣，就算我哋係罪人，耶穌基督依然係會無條件咁樣愛我哋，甚至願意為我哋犧牲佢嘅肉身生命，令到我哋與神和好，成為神嘅兒女。只要你誠心悔改，真正咁樣認識自己犯咗咩嘅罪，同時相信主耶穌基督係復活，你就可以成為主內嘅弟兄姊妹啦。神就會喺你裏後面支持你去面對一切嘅困難，你就唔需要懷疑自己嘅能力，而進入呢個冒名頂替綜合症嘅症狀啦。因為你嘅能力係來自於神賜俾你嘅恩賜，並唔係騙人嘅方法，係神俾你嘅能力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賜我能力，給我恩賜，去完成好多我本身自己唔能夠做成嘅豐功偉績。我絕對係相信依靠你，仰望你，就有能力去處理好多嘅困難嘅事情。感謝你賜呢個恩賜俾我，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哋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哋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，就撳 share 啦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